面目大也叫没波客栈，弄客栈非面话是客栈，你呀眼部养病安的叫你呀眼部养这个妹妹怎么双写？你有双写啊？养病安病你叫病安你叫那个非在滚火，宁波的后关很。月宁沿地方荒走到江湖另出代本废罪那头废罪滚火你的后关很你的后滚很你呀眼部养病安你叫废罪滚火你的后滚很你呀引就是引导，就是引路就是引导的意思。引导我们养教，它引我们走路。平安的教平安的路，它引我们走。力的引就是力的，就是引我们走平安的路。废罪小仔，废罪滚火就是数字大的意思。滚它表示一个句型，比如说滚就是越来越。滚火小仔管束，你的后滚很，他的心就变狠。这个废罪滚，它两个人用就是滚就是越来越。小仔长大，他的心越狠；小仔越大，他的心越狠。就是这个滚就是表示越来越。废罪滚火，你的后滚很。小仔越大，他的心越狠。有面分散几个国家，也要托付我们有面努力向上。死不待我，祝愿有面学业有成恩，走向文明进步，永享幸福平安。海来牛牛
保海，海来不免平安。